龙祖魂一心道书装扮，这毋是咧掠鬼，是春和剧团所制作的舞台剧《魔法阿嬷》。因为疫情2度延期，总算要伫咧10月1号伫台南文化中心演出。演员阵容豪华，台南场更邀请到明华园天地团当家小段孙思文演出。剧情不但保留漫画版本的故事背景，更结合现代题材做改编。所以我们这次做了一些改编，把它放成青少年，就是城乡差距，然后呢，这个隔代教养，很多的问题都放在里面。还有现在台湾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单亲家庭特别多，把这个情况都加之在一起，它就会变得跟原来的魔法阿嬷不太一样。可是它又有原来魔法阿嬷的精神存在，祖孙之间的感情，然后台湾的民俗。本来我是很大量的台语，但后来发现很多观众听不太懂。所以我就变成文英阿姨那样的台湾格姨啦哈啊！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戏呢很接近我们台湾的一个本色，所以在里面阿嬷会讲很多的俚语。这摆的舞台运用4G 科技导演技术，甲未来式互动艺术合作，伫剧场空间打造放水顶的场景，设计邀请观众参与，更甲舞台顶的每一个场景做到逼真的效果。卡通你可以天马行空，可是你到了舞台上，你要怎么样让金鱼飞？你要怎么样让鬼魂出没？哇，虽然有我们有投影，但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投影变得非常的立体？尤其是大家看起来像总明刚刚讲的，因为现在技术的进步哦，那当然相对的经费也比较高，所以我们在台上就呈现了一个几乎是3D 的状况。魔法阿嬷改编自台湾经典漫画，剧场版本除了保留文英阿姨创作的风格，更伫咧龙祖魂的传说之下，将带领大家回忆当年。民众会当到台南文化中心网站查询相关资讯，欢迎大家到场入去剧场看戏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